我提议，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请你们起立，用热烈的掌声，把我们心中最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朱全祥老师、徐玉兰老师和王文娟老师。我们同时请其他2位老师的学生和家属上台。我们欢迎96岁高龄的著名的电影艺术家秦一老师向3位终生成就奖的获得者颁奖。在粤剧进驻上海100年的这样一个盛大的时刻，见证2位90后的永远年轻的艺术家，再次谢谢你们。长郎你听我从实讲，我是前年修营在人道边浪，只因我居在外却私心沉沉，有来我到居在府多凄凉，因此我愿做牡丹女郎，愿披上飞去鸳鸯。自从得见长儿，就知道他是有情有义啦。我与他白满手一岁，我与他并肩笑鸳鸯。原来怕真情实诚，一点恩爱不忘扬。谁知今日怎意了他不依，一来变心肠，我离于真是